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7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20078例本土病例，有77人死亡，其中有一个40岁查甫人，伊做过2档的疫苗，伫努力向分期，无心跳，嘛无喘气，落尾是验出阳性。另外，指挥中心嘛表示讲，咱台湾确诊死亡的人数是 OECD 组织40个国家内底排名第4少的。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有20078例，那境外入有49例，那死亡个案是77例。本身有打过2剂疫苗，也有心脏病史。那他是在11月11号的时候，在外出的途中突然倒地失去意识，紧急送医。那送医的途中有做这个心电图，就发现说是有心室颤动，另外也没有脉搏，所以是属于一个无心跳呼吸的一个状况。经过这个急救，高级心肺复苏术的急救仍然没有办法恢复，所以不幸在当天过世。那当时在医院的 PCR 检验新冠也是阳性确诊。这些重点国家里面，就是每100万人口染疫的这个死亡数，目前我们是第4低，虽然是比新加坡、日本、纽西兰高，那但是还是比韩国、澳洲、冰岛等其他国家低。来看中选会主委李进勇今仔早起去立法院，针对11月2日的选举投票做报告，伊呼吁确诊者唔通出门去投票，因为选务人员手头未有确诊者的名单，所以伫登票的时是无法度查证，也毋过事后会来追查。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王必胜是表示讲，若是有人检举，地方的卫生单位就会调查。投票的时敢会当来挂候选人宣传发的嘴暗呢？李进勇是认为尽量避免。就下于选举后礼拜登场，外界放大检视选务防疫工作。中选会主委李进勇17到立法院进行专题报告。佢表示，确诊者禁止外出投票，因为无确诊者的名单，选务单位伫投票时阵无法度查证。中选会将采取事后查处原则。另外，投票到底敢会当挂候选人的嘴暗，也引起关注。那你戴着这个候选人的口罩，这个恐怕会涉及到是否有这个竞助选的这个行为。因此呢，我们奉劝还是避免。我想一切都要照这个投开票所的秩序去进行。那至于说，是人家检举他，还是他自己声称说是确诊？那这个都是事后，我们请卫生单位再去做查处。这样。王必胜表示，那民众家己讲是确诊者，也是互人检举，拢由卫生单位事后查处，也继续加强宣导，确诊者隔离期间袂当外出，违者会当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当200万罚金。另外有立委观察，警方破获外籍地下搅盘，敢有境外势力介入选战？警政署长黄明昭指出，目前查获32件，以上法办59人，金价达到250多万。在哪个县市的选举比较多？查获到的是台中台中是有查获到比较多起但这个查获到PK 盘的比较多啦。另外，嘉义市长选举延期，互批评消耗人力无力，那了拢有意见。李进勇解释。这届市长任期到12月24，需要予当选者有时间准备。那维持11月26投票，筹备选务工作只有23天，无法度完成。12月采集有电风城的特区，12月17嘉义有补课，甲电风选委会讨论了后，决定改到12月18举行。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文以录影的方式为伫美国德州达拉斯办的为自由奋战的会议致辞。总统强调讲，威权的政权破坏民主制度的威胁，全世界拢必须爱重视。咱台湾人民会当甲世界来分享咱为自由奋斗的经验。另外，美军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密里嘛讲到，咱台湾的地形复杂，中国若是拍台湾，会是政治战略错误。嘛强调讲，美方会确保咱台湾会当自我防卫。
受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邀请，咱的总统蔡英文以录影的方式，对为自由奋斗的会议来致辞。蔡英文指出，威权专制迫害民主制度、侵害人权，抑个对公民的威胁袂当看轻。嘛强调台湾有为着自由奋斗的经验，会当甲世界分享。Taiwan is now in the position to share its experience with the world and create alliance.Allowing democracies to more effectively deal with crises and counter the threats of authoritarianism. 蔡英文阁以俄乌战争做例，强调专制政权会无惜一切代价实现扩大势力的目标。那即届受到邀请发表谈话，显示台湾伫咧民主自由的前线。英国经济学人谈论2023年出席迪坎方面，阁将蔡英文甲美国总统拜登等等的世界领袖扛做伙，这嘛显示台湾的拍拼受到世界关注。不过台海局势继续咧紧张，各界拢咧挂入两岸敢是真正的开战。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米利是认为，习近平是理性的角色，若是中共真正伫近期要动武力攻台，会有真大风险，嘛是无介巧的决定。You've got very complex terrain with mountains. Most of Taiwan is a mountainous island, so it's a very, very difficult military objective, a very difficult military operation to execute. We watch it closely. We are militarily prepared. And one of the keys now is to make sure that Taiwan can defend itself. 米利认为，中国还阁需要一段时间，军事能力才有够，而且准备好势。若是中共真正伫咧最近着攻台，就是犯政治甲战略错误。另外，美国国会美中经济甲安全审查委员会是建议行政部门成立跨单位的常设委员会，针对中国可能封锁攻击台湾的行动，新建议制裁也是经济惩罚计划，嘛爱检讨美国甲中国的贸易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今年 APEC 会议是伫泰国曼谷举行，今仔早起进行部长级的会议，咱国代表郑振中、金明欣代表出席，中中无伫暗时就飞到曼谷。咱来看今仔早起会议的情形。今仔是 APEC 会议的第3天，行政院经贸办公室的总谈判的代表政务委员郑振中，甲各国的部长拢有互动。咱台湾互安排的座位是伫主办的国家泰国的隔壁，另外一边是美国的代表。国务卿布林肯，阁有贸易代表处的处长戴奇，对面是日本的外务大臣林芳正。第政中金明欣伫今仔暗时嘛开记者会，甲大家来说明会议的过程。佮看佮剩9天哦，就要投票了。国民党市长候选人蒋万安一直强调伊的美国视旧的经验，互外界质疑讲哦，当初伊主要其实是协助中国的企业伫美国上市。蒋万安今仔是强调讲，伊的工课拢合法，嘛批评民进党市长候选人陈时中，伫咧担任台北医学大学董事的时阵，嘛捌去中国参加交流的活动。也毋过黄珊珊是讲哦，真侪人拢捌去过中国交流，伊嘛考说国民党应该是上接去的吧。大家早，我是蒋万安。伫车来去的路口，甲大家拜票。离选战敢若剩9天。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把握机会争取选民的支持，尤其绿营最近一直质疑蒋万安涉过的经验是协助中国的企业伫美国借人头公司上市，结果这个公司毋是去互注销登记，都是强制落市。针对这个讲法，蒋万安讲，相关的工课拢有符合法规，嘛反呛对手民进党市长候选人陈时中，过去做台北医学大学董事的时阵，嘛捌去中国参加医疗交流的活动。北医大他们的董事长还特别致辞的时候说，这是北医大跟宁波市卫生委员会他们共同合作，开启了一个成功的典范。所以陈忠先生，你的抗中保台的 DNA 嘞？对蒋万安的公示，陈时中17去南投陪共党的南投县长候选人蔡培辉扫街拜票的时阵，伊强调讲，伊是代表北医大董事会去参加，是一个正常的交流活动。第一个，这是一个公开的行程，并没有所谓的私下交流。第二个，那时候我是北医大的董事。我是代表董事会去的，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活动。去过大陆很多访问，大家都去过，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也不需要特别去强调谁去过谁没去过。但重点是谁做了什么事，所以国民党去的更多，不是吗？
17去北投市场拜票的无党籍候选人黄珊珊，对虾米人去过中国交流的议题，伊讲真侪人拢有去过中国交流，又搁讲国民党有去过唔侪咧，嘛强调讲无论是虾米人，拢希望找到和平，因为对台湾来讲，和平才是上界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的苗栗县长候选人徐定真，伫月初去苗栗的国立联合大学甲学生会会谈哦。面对学生针对高端疫苗甲论文的争议提出问题，伊批评讲学生无应该骂执政党，嘛引起学生的议论。徐定真是表示讲，伊讲哦只是单纯分享，伊较含慢讲话会来改进。民进党的苗栗县长候选人徐定真，这个月初3受到联合大学学生会邀请去参加座谈会，有学生以高端疫苗甲林志坚论文争议做例，质疑民进党甲少年人愈行愈远。徐定真翻头批评学生无应该骂执政党，这是引起议论。这个就不要吵，不要再乱了啦，回头想想吧。武汉肺炎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们也许做得不够好。但是世界上比比看看，该骂的是中共啊，是中国啊，一直骂自己的执政党是谁啊，骂自己的政府是谁啊？他应该是去，用他的观点去跟我们讲清楚，说为什么执政党会这样做，对，而不是直接跟我们学生讲说，学生不应该去质疑我们的执政党，然后一直去把中共拿出来当挡箭牌这样。联合大学举办地方选举的系列讲座，10月25开始，前后邀请5位苗栗县长候选人来甲学生对谈。部分学生认为徐定真的政见无内涵，嘛无针对争议正面回答。那徐定真是表示家己含慢讲话，说落来会佫改进。东港甲学生嘛拢互相尊重意见，把我的心情讲出来，并没有对呛啊。我讲完之后，学生也没有再回答。表示就到此为止啦。大学生有疑问，还去呛学生，这种态度充分展现出民进党威权独霸的个性。请问你心中还有民主进步的价值吗？我认为你应该为你傲慢的言行，向所有的青年学生以及苗栗县民道歉。不过，其他县长候选人的阵营拢批评徐定真的态度，展现出民进党威权欢爸爸个性。执政党接受检视是天公地道，应该好好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安南区哦，最近有候选人的机啊，互人拆落来。警方发现讲，这个嫌犯伫短短10分钟哦，就拆掉47面的机啊，而且无分政党哦。警方嘛已经抓到人咯，嘛呼吁民众哦，就唔通违法。透过监视器的画面，明显看到一名男子真出力咧，把一支的竞选机啊全部挽落来，等伫空地顶面。规个过程大约10分钟，候选人竞选机啊无一个逃过。锁定吴姓男子，经查吴男于11月16日9时12分行经海中街时，因情绪不佳，径自将多名候选人竞选旗帜拆下。警方真紧就找到这名男子，伊并无针对特定的候选人，无论是哪里或者是无党，嘛不管是市长、议员还是里长，大约有10位候选人的机啊，全部拢去用挽落来。男子是讲看到遮尔侪竞选机啊，心情真无好，才会去挽。而警方嘛通知候选人，由候选人家己决定到要提告。我们也希望说，这次的选举，你们可以用一个干净、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来选举。那针对拆除我忠诚的旗帜，我本人是不会提出告诉。我们不会对这个拔旗子的男子提出告诉，选举结束就可以把干净的这个环境，还有呢安静的空间还给我们的市民朋友。因为无特定的对象，大部分的候选人是倾向无要提告。意思是强调，选举期间主客观的环境，确实会造成民众的情绪波动，袂当无注意。第一个就是去投票，确实去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呢，你完成了自己支持的对象，其实压力会明显降低。如果你已经感受到一些压力症候群，建议减少观看这些很激烈的新闻节目。针对这起案件，警方嘛委由候选人家己决定，到后要提告毁损，同时嘛发函予台南地检署，看检方到后要以毁损罪主动来侦办。记者郑云台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北约的成员国波兰前几天和俄俄战争的飞弹扫掉，造成2个民众死亡。北约昨开会，初步调查认为讲，这2粒飞弹应该是乌克兰为着要阻挡罗西亚的飞弹攻击，无势力去影响到波兰。外界本地是真烦恼，讲战争会扩大。调查的结果，让外界有较放心寡咯。
一粒落伫咧波兰境内飞弹，本来被认为是来自俄罗斯的攻击，顶有直接威胁有30个会员国的北约。北约波兰则啦讲，飞弹可能是来自乌克兰，迄当阵正伫咧查俄罗斯的攻击。国际社会对战争的全面扩大担心已经消透。Była to rzeczywiście rakieta prawdopodobnie S-300 produkcji wyprodukowana w Związku Radzieckim jeszcze, więc stara rakieta. No i nie ma dowodów na to, żeby została ona wystrzelona przez stronę rosyjską. 这是俄战争第一遍炮到西方人民的领土，也佫造成会员国波兰有人死亡，当地村民拢正担心。北约16个紧急会议认为代志是俄羅斯引起的。This is not Ukraine's fault. Russia bears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as it continues its illegal war against Ukraine. 俄羅斯15對烏克蘭射了幾60粒飛彈攻擊，目標是烏克蘭的能源系統。基輔當局講，這是戰爭以來上嚴重嘅攻擊行動，並且用航空系統抵抗。Залужного, я не сумніваюся в тому, що це була не наша ракета або не наш ракетний удар. 澤連斯基講飛彈唔是因嘅，也毋過無提出證據，並且講烏克蘭有權力親自到波蘭比賽現場看。俄羅斯的國防部講，根據波蘭公布的現場相片，對飛彈的全體化，飛彈是烏克蘭的。И на удалении не ближе 35 километров от украинско-польской границы. 路透社報道，莫斯科伫咧烏東甲烏南的戰況不如預期，所以就用國家長程的飛彈攻擊。美軍參謀省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無認為烏克蘭伫咧短期內有法度摕到直接的勝利。雖然俄羅斯受到挫折，也毋過伫咧烏克蘭境內依然有強大戰鬥力。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來看美國聯邦參議院昨以62票贊成、37票反對，成功將一項保護童軍的法案送到參議院審查。這項法案是要求講各州必須愛承認無共州的合法童軍。另外，在其中選舉的結果，共和黨已經摕到218席眾議院的席次。共和黨的領袖麥卡錫有機會來爭做眾議院的議長，會隨來啟動對拜登政府的調查。The yeas are 62, the nays are 37. 3/5 of the senators duly chosen and sworn having voted in the affirmative, the motion is agreed to. 美國聯邦參議院16通過動議，將一項保護童婚法案送入議庭。這個法案雖然未規定各州使童婚合法，也毋過將要求各州承認其他州的合法童婚。The Senate is taking a truly bold step forward in the march towards greater justice, greater equality by advancing the Respect for Marriage Act. It's a simple, narrowly tailored, but exceedingly important piece of legislation that will do so much good for so many Americans. 這個法案得到50位民主黨籍加12位共和黨籍參議員支持。CNN報道指出，這顯示童婚議題最近幾年得到真大支持。Same-sex couples will continue to have the right to get married. Now, without the fear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churches a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will continue to operate and worship free from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This is a good compromise. 民主黨希望這禮拜四就會當通過這項法案，會當讓這項法案在年底之前送至眾議再次表決。因為美國新一屆國會2023年1月3就要就職，共和黨在16順利取得過半的218席。贏得眾議院多數黨地位。What they promise is largely a series of investigations into President Joe Biden, his family, and his administration. Republicans didn't necessarily run on a unified agenda of what they would bring to Washington. They want to fight inflation. They want to investigate the COVID-19 crisis. 共和黨提到眾議，民主黨保住參議。美國其中選舉了後，國會確定分裂。共和黨議員將有多數團款權，加掌控眾議轄下各大委員會權力。有希望接任眾議議長的共和黨領袖麥卡錫表示，將將國會了後，將聚焦對抗通膨、犯罪、邊境安全等3大議題。不過也無排除啟動彈劾程序。公司新聞鄭慧仁編譯。來看澳洲的東部等下做大水，新南威爾士州有幾個都市淹水真嚴重，這嘛已經是澳洲今年第4屆做大水咯。
专家是表示讲，因为反性因现象变大水的情形，恐惊要到明年的2、3月份，雨才会较少。对空中翕的画面会当看出新南威尔士中西部的城镇，规拢做大水。有的厝是因甲连厝顶拢看无，对学校甲加油站拢同款。澳洲东部开始做大水，部分的地区一天内的降雨量是创8年来上悬的纪录，河水泛滥，水库的水是一直起来，救援人员是无闲甲要保命，出动直升机含船救人。Over the last 24 hours, we've had over 900 requests for assistance. There have been 222 flood rescues. There's obviously concerns for our communities in Yagara and Forbes. 这已经是澳洲东部今年第4摆做大水，其中上严重的福布斯镇，第8日下晡淹水是要几公尺，当局嘛较紧下令爱当地的居民较紧退离。It's devastating for the Forbes community that they are experiencing this once again, and particularly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Many of those residents have not been able to return to their home as yet from the flooding 2 weeks ago, and are now facing a situation where their home is likely to be inundated again. 虽然目前部分的地区已经暂时变好天，居民是无用得穿厝内淹起的物件，但是危机还未结束。气象预报表示讲，这波降雨会继续到礼拜。专家指出讲，澳洲连续3年拢受到反性因现象的影响，边仔的海域是伤温暖，造成大量的雨，才会一直出现水灾。按算11月是降雨的高峰，要到明年2月、3月才会恢复。新南威尔士当局唔敢大意，除了请中央是加派人力协助救灾，嘛请美国和新加坡斗相共。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来看世界杯卡球赛11月20日开始咯，也毋过因为主办国卡达因伫人权有正大的争议，有未少国家佮民众用行动来表示抗议哦。德国一间酒吧第23，德国对日本的头一场比赛特别关门来表达不满。美国队伫当地训练中心佮媒体中心哦，嘛伫队旗顶头画7色的旗来消停冬至。德国23伫本届世界卡球头一战对战日本，柏林这间酒廊按算甲别人无共，伫上趁钱的比赛时段，甲点门扭来，以世界卡球赛程调整例行的营业时间，会听候德国头一战结束1点钟后，才会开门营业。Oder wir fühlen uns nicht gut dabei, die Spiele zu gucken und Spaß dabei zu haben, denn wir wissen, dass es eine absolute Diktatur ist, in der Sexualität nicht frei ausgelebt werden kann bzw. schwer verfolgt wird. Wir damit rechnen, dass es Umsatzeinbußen geben wird und natürlich Gewinneinbußen. 法国是德国90间酒廊表示讲要抵制这届世界卡球的其中一间，伫这个真少卡球的国家，这种的行动大部分是私人主义电视。另外有未少做伙看比赛的活动小连续取消，有部分球迷表示支持抵制。Ich werde dieses Jahr nicht gucken. Eigentlich hätte man schon viel früher bestimmte Orte boykottieren müssen. 美国队为了挺 LGBTQ 族群，已经把7彩版本的队徽炸去卡达。当地的训练中心、媒体中心拢有彩虹元素，不过比赛球衫没有这种的彩虹色的队徽。开幕已经最后几天啊，目前真侪国球迷已经前往这个自由资源丰富，也因为安尼好嘅国家。I was here 2 years ago. And the country was totally not like this. So I'm expected that it's gonna be, like they are now more open-minded, let's say, and more civilized. 卡达唔是传统真爱卡球的国家，不过利用运动赛会，想要伫全球舞台提高形象。不过伫筹办世界卡球的过程中，不同对台移工女性，也甲 LGBTQ 族群引起人权平权者的争议。当局对大部分的批评真生气的回应，煞搁较引起各界大动作的回击。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过来消息，继续来看新北市有一个53岁民众，伊想要趁钱，拍算讲要甲银行的口册卖互诈骗集团，总是约伫新店的一间汽车旅馆交易，也毋过人就互bắt走，伊向朋友来喊救命哦，今仔透早人是互救出来咯，警方嘛有抓到3个嫌犯，嘛佮继续咧追3个共犯。警方去旅馆搜查，房间内底2个查甫人还未付反应，警察就随人押掉咧。路人没错，你们2个都是路人。警方随人铐起来，将伊带回去侦办，而且现场把受害者救出来。我们的这位被害人他是有说他辗转有他友人的友人跟他讲有赚钱的机会，
所以他就前往提供账户。这应该是一起民众被诈骗集团囚禁提供账户的一个犯罪行为。警察这届救人的行动是真无简单，因为诈骗集团一直转换软禁人质的地点。根据警方的调查，53岁细略的受害者，短短2天内就去互诈骗集团为新店的汽车旅馆换去土城的华夏，搁转倒去新店。因若嫌犯的安尼做，是因为受害者几届想办法要对外来讨救兵。有民众在本辖北一路的一家药局购买药物的过程中，趁隙跟药局的员工请托。除了有药房店员伫16暗时甲伊斗相共，嘛因为这个细略的受害者手机无去互歹徒摕去，17透早联络亲戚朋友到报案，最后才顺利互救出来。目前拢总逮捕3个嫌犯，还佫有3个人还未抓到。不过，规个攻坚的行动还佫查到另外一个查甫人，警方初步认定伊是受害者。不过，敢算是早起的共犯，警方也要持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警方查到三民区一间旅馆，以一个人650块，虚报大约800个人头，诈领各旅游的补助至少120万哦。调查嘛发现讲，这间旅馆嘛已经毋是头一届诈领咯，伫前2-3天嘛捌互掠过一届。一本一本的价金簿仔，还佫有旅馆的笑簿，拢放伫桌顶，这全部拢是诈领补助的证据。高雄三民区某一间旅馆涉嫌以人头报拍销，诈领国民旅游的补助。检察官根据线索发动警方搜查，除了调查员工以外，嘛查扣笑簿、甲电脑等等的证物。员工找亲戚朋友，亲戚朋友再找他的朋友来提供那个身份证资料去做上传的动作，申请补助。至于说报酬的部分，大概每个人头大概是在获得大概650左右。实际去到现场，旅馆17早起有正常营业，不过警方讲，估是下半年国民旅游的补助，这间旅馆就找800个人头来报拍销，以一间房间补助1500块至1800块不等来算，因诈领的不法所得至少有120万。不过这并不是这间旅馆头一届诈领补助啊。民国108年至109年的补助，这间旅馆嘛用同款的手路，找差不多900个人头来诈领，2届拢总是领200万。本案的涉嫌的旅馆以虚报人头的方式请领补助，实际上这些人都未实际的入住，行为已明显违反相关的规定。为着进行观光推出的国民旅游补助，每一块银拢是百姓纳的税金，所以才会无天良的业者诈领。警方表示，毋但是业者提供人头扣做的民众，同款嘛是涉及犯诈起罪，会全部移送地检署侦办。因若针对有诈领记录的旅馆，敢会甲这个补助约倒转来，甚至要求爱停止营业。目前高雄市观光局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以前等候本景嘛解除封锁，毋过即马餐厅服务业是欠工真严重。王品集团就宣布讲，明年开始要帮在业员工起薪水，大约是起7.5%。汉来饭店路易莎咖啡嘛拢表示讲，会来调薪，要来请优秀的人才加入。甲料理烹上桌，真亲切替人客服务甲解说。疫情等候加上边境解封，做食的正做上届欠工的行业。即马王品集团宣布，为明年元旦开始要起在业员工的底薪，整体起的幅度有加7.5%。另外，汉来美食集团嘛表示，今年调薪水的人数估计达到1500个人，占的比例是92%，起薪水的幅度为1.8%到33.3%不等，整体平均是起要6%。路易莎咖啡表示，11月7日就启动调薪水的计划，在业人员的薪水增加1000块来吸引人才。相较于基本工资，对于兼差时薪人员都已经调5%化，那正职的餐饮业人员势必也要有这个薪资调幅5%以上，才有办法吸引人才。那今年9月就起薪水6%的顶泰丰是准备调整菜单的计销，为11月2日开始调整部分产品的计销，亲像包仔囝一粒23块起到25块，虾仁类炒饭2.5起到2.7，整体平均是起差不多4%。其实鼎泰丰在去年11月份嘛捌起价一届。250哎，太可怕了！我们一般在一般市场啊，一笼大概80块，那就吃得很棒。小笼包很多啊，不一定要吃它的。除了做食的启动起薪水抢人才以外，
为明年元旦开始，基本工资会提悬到1点钟的薪水是176块，月给是26400。考虑新冠疫情对类似产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基本工资审计委员会嘛通过明年继续推动基本工资补贴的方案。今年这一次又在做第二次的这个补贴，也是因为还是扣连到疫情，所以绝对不是因为调高基本工资，然后这么叫补贴，否则这样的话等于是就没有调高基本工资就没有意义的。学者表示，过去政府推出补贴的方案，主要因为薪水计算的方式改变。这届佫推出补贴，应该明确说明理由，亲像是因为疫情所致，做出相关配套的补贴，并不是因为要起基本工资才补贴，避免未来红当做一个例，清在摕来用。记者综合报道。早上6点外，新北市中和有一个23岁姓杨的嫌犯，伊不满一个姓温24岁查甫人伫抖音顶头指控伊讲伊欠钱无要还，所以摕西瓜刀佮闹3个朋友做伙去报仇。这个姓温的少年人互刣几啊刀2个人是拢有着伤，加在是无性命的危险。3个朋友后来就先落跑，警方嘛佮抓人。一个姓温的查甫人，因为伫咧抖音放一段指控对方无爱害钱、这无结婚的影片，要啊互对方抬。影片内面的主角23岁姓杨的嫌犯真不满，16暗举西瓜刀带3个朋友走去中国一栋大楼，先甲姓温的查甫人的查某朋友抓起来，伫咧遐等温姓查甫人转来就举刀扑。就看到一个人下来吧，他搞到被砍了以后就跑到楼下来求救，应该没有很严重了，只是说这样砍得很吓人这样。24岁姓温的查甫人身躯顶真侪刀伤，姓杨的嫌犯因为倒互温姓查甫人抢去了，转头论断要互对方扑倒，好佳在2个人意识拢真清楚，上边治疗，其他3个人看办事唔对，拢酸。那我知道，我看到有个人坐在边边，然后警察跟救护车在看那个，就并没有把他抬上去啊。警方讲，除了等2个人伤势较稳定、问案情，也已经扩大追查在逃的3个嫌犯，详细追查规件代志的头尾。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的壮围乡美福村甲新南村最近有一个基地台，因为民众的抗议拆掉了，结果这2个村的民众手机拢无信号，网络的信号嘛真歹。又有民众要求讲，应该赶紧找适合地点来设基地台，所以村长嘛是真烦恼，讲信号无好，万一有天灾救灾会受到影响。有时候会没有那个讯号吗？对啊，都收不到。拍开手机若是无5G 的信号、4G 的信号嘛，敢若剩一个。总会向美福村甲新南村2个村，因为本来的基地台，互附近的民众烦恼有电磁波影响健康，煞互人拆掉。2村的居民手机最近拢是无网络信号，真不满。村长讲，若拄到风台大水，对抢灾通讯有影响。拄到风台大水，如果若无信号，若产生风灾，要救援联络不到咧。在美湖大排旁边呢，有找了一个点了，是民众的农田那一天谈之后 ，NCC 他要回去评估那个点是不是可行性的问题啦。规大片农田4块地拢无厝，这是总会乡长沈青山建议 NCC 建设包含各大电信业者信号的基地台预定地，希望会当有效解决2个村居民手机是无网络信号的问题，而且4块地无主体，基地台架设应该未受到阻碍。那县府这边已经协助函请各大电信业者到现场去监测相关的基地台的讯号的问题。针对总会居民的网络信号需求，县政府讲已经协助函请各大电信业者到现场去监测基地台的信号是不是有问题。后续若做有适合的地点，各大电信业者也承诺会来协助设置基地台。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初，桃园的中正路有一台轿车去弄到一台奥多拜，造成2个人死亡。有民间团体是认为讲，因为附近的值温长的时间，道路规划有问题，才会造成意外。要求市政府应该整体来检讨改进。维园中一台自用小客车对撞同方向的机车，机车倒伫涂骹了后，连人甲车拢去分隔岛，造成2个人死亡的意外。这是这个月初9伫桃园中正路瓦近资运路口发生的交通意外，事故地点就伫集运时间区无偌远的所在。道路要平权，道路要平权，交通才安全，交通才安全。
台湾机车路权促进会表示，这件事故除了后车对撞，更需要检讨的是，捷运时间道路规划无适当，造成5个用路人死亡。公车没有办法完全紧靠，所以导致会占了中间这个车道的道路面积。所有的用路人都必须直接从中间车道要切到内线车道，而且这短不到20公尺的距离，如果用时速50公里下去推论，其实只有2秒不到的反应时间。记者会认为，无适当的道路规划会增加车祸风险。除了呼吁高雄市长候选人承诺全面检讨道路规划设计，重视捷运时间路段的交通维持计划，莫阁有因为无适当的设计，煞造成性命财产损害事件发生，也要求通市政府爱全面检讨改进。未来我们也会加强检视这个停靠区与捷运工区的距离，那适度把它做一个调整，那公车可以去做更顺利的一个上下客的停靠。高龙局表示，针对这个路段，目前已经办理会勘，决议调整公车停靠区边仔的车架，方便公车停靠。强调对捷运交通维持计划正重视，也成立专职的审查委员会，审查过程针对用路人权益做检讨，执行中也会做变动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九线花莲到台东路段的扩扩工程完工了后，往来车速度是紧真济，最近嘛小连续发生车祸，佮造成一个民众死亡。家属是质疑讲道路设计有问题，伊嘛到车祸现场抗议，要求国赔。为了要替因为车祸不幸过身的查某囝讨公道，家属由爸母调甲出事的现场抗议，怀疑这个路段排水设计不良，加上无设置分隔岛，车皮链才会弄到路中央的电灰条啊。分隔岛呢，为什么不做？从那个富源国中上去，瑞北加油站下去都有分隔岛，为何这个地方没有分隔岛？这个车祸是发生伫顶个月31日，一位姓江的女子开轿车伫经过台九线250.5公里的所在，因为大雨视线无好，发生自落。家属向警方调看这个路段车祸数据，发现109年到111年都发生4件死亡车祸，自落事故也有21件。我们严重的向我们的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国家的赔偿法在这个地方还我们这个老百姓的一个诉求。公路总局回应，这个路段是国内头一摆以景观先行关节设计的省道公路，已经完成实为营造景观打造绿美化。中央分隔带甲路面边际的改造也有加装反光图标，路顶条画也有反光警示。若要改造分隔岛，需要重新规划。因为这个道路已经完成了，那它整个配置还有它底下的这个管线也都分布的非常的多，那所以说这个需要一笔比较大的经费来做处理。公路总局强调，会先加装反光图标、甲警告标志，搁请关警局加装固定测速系统，呼吁驾驶人经过这个路段，也是爱放慢速度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往来式客今年嘛是无法度外销中国，最近嘛又搁开始大出咯。那么活动的往来式客是要安怎销呢？台东县政府去年有甲超市、甲超商做伙行销，是卖了袂歹哦。今年嘛有超商愿意来斗相共。也毋过，农民是认为讲，咱国内的市场上过细咯，上好嘛是爱想办法出口。往来式客即嘛开始大出，今年中国也是禁止进口往来式客。台东县有2000多公顷，一年产量2万多吨的往来式客，可能阁会面临销袂出去的压力。台东县政府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甲2间连锁的超市甲超商合作来行销，佮加上中央帮忙的行销采购，5000多吨勉强伫国内消化掉。原本外销甲冷冻加工，要销出去8000吨的目标，嘛敢若达到7成尔。中央甲地方拍拼行销，结果也是有限。即嘛，县府佮甲另外一间超商合作，要推动网络的行销，佮有一个好的开始。大概一天都有2000斤以上的这个销量在持续上升。那不过，这是平日，希望这个假日会有更好的销售额。不过，要甲2万多吨的往来式客内销的比例提悬，农民认为也是有困难。因为过去往来式客靠外销的绩效真好，即嘛相对国内绩效可能无甲外销的一半。而且今年农民改种别项或者是修建的面积，敢若有100多公顷，对减产提悬绩效并无帮助，绩效可能也是会持续落。成本应该会落在65块到70块之间。那如果没有在这个价钱，一般农民来讲的话，都是透支的。有农民认为讲，靠政府斗相共销对国内，绩效不一定较好。
除了家己用各种行销的方式来内销，农民也是真希望会当开拓外销的市场。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目前有300多间穆斯林认证的友善餐厅，在全世界不是穆斯林的国家内底是排第2座。在疫情进前，咱国一档会有16万的穆斯林旅客。观光局最近嘛邀请马来西亚穆斯林旅游的业者来台湾参访。真欢喜种麻糍，为马来西亚来旅客头一届体验种麻糍，拢感觉真新鲜。去行团的成员，这届行程是以南台湾为主，到高雄了后，就前往基丁、西旧街、坐渡船，下晡安排坐船游爱河，加工去嘉义，伫农场体验满地。And now we are in Alisan Mountain in the Tea Valley, so it's very beautiful, very different cultures. How about Kaohsiung also? Kaohsiung is the must now. 这届来台湾试行团员，以马来西亚的旅游业者占较侪。除了景点的体验，观光局甲接待旅行社也特别请团员实地考察台湾的穆斯林友善餐厅，也甲旅馆的民宿，方便回国了后包装旅游商品。目前台湾已经有300多间符合穆斯林优先认证的餐厅。可能在疫情期间，确实是因为没有观光客来嘛，或许还是有些餐厅没有办法继续营业。那就目前统计的部分，我们有辅导的餐厅还是有增加了。观光局也坦白讲，在疫情期间，餐饮业影响真大。在疫情了后，重开旅游，稳定的穆斯林旅客都是业者真重要的经济资源。观光局要加强海外宣传，希望2023年穆斯林的旅客回流比例会当达到疫情前的50%。记者综合报道。罗惠夫基金会表示讲，台湾有上万个一出世就气喙小耳症的囡仔，这囡仔有3成到5成捌伫学校互同学笑，甚至互霸凌。基金会今年就推出故事册哦，望讲来教育学生甲家庭，优先来对待每一个人。短就叫我胖鸟啊，肥皂啊，赵胖啊，什么各种的。那小的时候当然会觉得不舒服嘛。当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们都一直说我这个？儿童剧团团长赵志强分享家己细汉的时，因为外形互人歧视，面型生性有各样的罗干字，也常常互人歧视。长期关心罗干字的罗惠夫基金会，当咧以教学校讲故事的方式破除囡仔对罗干字的迷思。基金会当中有家长家己的囡仔都是罗干字，伊到学校讲故事已经21年。他们就会想说，哇，他们出生3个月就要做唇裂的手术，11个月就要做腭裂的手术，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就告诉他们，我们并不是要同情他，或可怜他，我们反而是要跟他们说，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小朋友。罗惠夫基金会表示，全台每年有300个罗干字出世，真侪大人囡仔对这个罗干字有错误的想法。基金会强调，在现主时的医学发展之下，罗干字甲一般的囡仔并无真大差别。在现在的台湾的一个医疗的协助之下，其实发音的部分其实已经不像以前大家都认为，好像唇腭裂小朋友一定会讲话不好。可是事实上，在基金会这么多年的一个追踪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许多的孩子，他们的语言能力非常好。基金会也当咧继续招家长，最近以讲故事的方式来破除大众的迷思，伊也透过儿童剧场、Podcast 等等方式，期待打造友善罗干字的环境。记者郭不君、张水台北报道。佮剩9天就要投票咯，因为中选会规定讲，确诊者是袂当出门去投票。过来人权团体就表示讲，投票是人民基本的人权，因呼吁政府应该爱赶紧找出变通的办法。选举投票是民众权利，所以台湾人权促进会等民间团体认为，1月26高算可能有30万个确诊者，因为5+N 的规定未当投票，是违反基本人权。即期为什么考生确诊通考试，但是民众确诊却无法度检举配套？针对这些考生，他们是要在考场整整2个整天，我们的教育部都有办法办到。但投票这件事情是几分钟的事情，但我们的中选会、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却没有办法有任何的配套措施。民间团
团体嘛以日本、韩国等国家为例，表示像日本就好较真正通信投票，韩国嘛以分流投票降低感染风险，认为咱的政府无成以上可能的解放，就限制较真正投票，违反比例原则，嘛呼吁中选会选择中性思考应变的方式。比方说，在各投开票所的这个外围，然后用这个就是帐篷或是围栏，或是这游览车等等的任何的一种可行的一个方式，好让这个确诊者可以在这个4点前，然后到这个指定的一个地点集合。民间团体表示，到8月选举投票日进前，中选会拢也有时间检视对策，互投票权甲防疫双赢。但若政府也唔管让步，可能会引发人民透过宪法法庭提起释宪进行救济。目前要照原本的计划，若有进一步规划，会搁再宣布。记者陈秀凯台北采访报道。来看台南的后壁有真侪鼻洞哦，是在地真特别的景观。地方嘛，甲鼻洞整理甲真清气，公所冇办活动，请资深的导览员来解说，要招民众来了解后壁乡的地理甲文史。民众专心听导览员的解说，也对后壁有进一步的了解。台南后壁区公所利用文化部甲台南文化局的补助，规划体验在地活动，邀请在地资深的导览员，带参加的民众去港郡比、有小南海、芙蓉比等等的所在来行搭。特别找来了我们的一个文史工作者他杜老师，以及在地的导览的资深导览老师黄老师的引领之下带着可能是旅游的工作者啦，或是对于在地有深厚感情的一些导览人员然后来在地的去踩线，也去更加的深入的去了解我们的在地的皮塘的一个风情。后壁用过有真侪比，用来咸水、涉水，互物种来生脱。不过因为开发，互蹲起来，甚至阁发出臭味。经过社区的整理，才变做亲友会使行搭的所在。这届活动也结合在地有特色的料理，去参访纪念艺术家的美术馆。另外，阁安排做手工品的活动，民众有食，阁有掠，阁学到在地文史。我感觉后壁足水的，因为我唔是乡下人。我是都市人，所以我来讲，我讲哦，足水安尼。参加这个活动多愈引发咱后壁区的这个皮塘文化。后壁区公所表示，办这个活动是希望更较侪人来后壁观光，也会规划无同的主题甲路线，互众人对后壁的印象更较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法国有一个啦啦队是一个30-40岁查甫人组成的。因讲因是希望当来拍破啦啦队拢是女性的刻板印象。体彩球正平倒朋友，动作流利搁整齐。做男主角团的表演的时阵，观众是欢喜甲一直叫。法国北部城市里尔这场初轮比赛的加油队演出的时阵，互观众感觉有够精彩，因为因的表演真有活力，而且所有的成员拢是查甫的。这个加油队就是啦啦队，名是争夺者。2016在里尔的初轮俱乐部成立，目前成员大约15个人，年岁是对30到40外岁拢有。争夺者的目标真明确，要拍破啦啦队干那查某的印象。Le message derrière les pom-pom boys, moi je trouve ça cool, c'est qu'on lutte contre la masculinité toxique. 争夺者是认为讲社会上是伤加女性的加油队员性别化，因穿细领搁短裙，为了改变这个现象，因故意要穿正暗的衫甲裙，装水水。练习的时阵嘛无限制，就是要证明不管查甫查某、少年的还是老的，拢会当跳啦啦队。Et on prouve que voilà, les hommes peuvent danser, on aurait dû s'en douter avant, mais c'est bien de le rappeler. Et on se retrouve face à des publics qui ont l'habitude de voir des pom-pom girls au mi-temps, et ils n'ont jamais posé la question qu'un collectif de pom-pom boys puisse exister. Ils bousculent les codes, et en même temps qu'ils nous font rire, ils nous proposent une petite réflexion. 这个加油队是成立10年外过去，大多数拢伫个骨练啊，也是出兵比赛表演。最近几档想要挑战更较困难的，到查甫的橄榄球比赛演出，同款是得到真好的回应。因希望讲透过这真活泼、搁真热情的舞，互大家知影讲性别气质毋是固定的，是有无限的可能。公司新闻市湾林编译。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
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